我们要什么？你好，我是孙君实，我在《讨债女王》里面饰演菜鸟警官李忠实。肯长也给西郎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现在就在。我来靠北哦。我问到的一个西郎呢。我跟美惠的关系是我主要是负责美惠的案件，所以关心她的家庭，好像有点关心太多，但是一个多管闲事的警察，但是蛮可爱的，就他是正义感十足，然后勇往直前的一个角色。我需要被讲你看，你喜欢讲虾米啊？我会觉得中职跟我很像是在菜鸟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睿智的菜鸟，所以我都是那种横冲直撞的菜鸟，所以跟我很像。站在警察的角度，我会认为说，大家就是应该要勇敢去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尽管他手段有点严重，但是他的那个心态，去争取的心态，我觉得是对的，我觉得是人都需要的。它是一个女主片，在女生身上，尤其是母亲，我觉得有很多女性的细节跟情绪是很多男生没有的。那这是女生独一无二的，那也是我觉得最美的地方。这种片一定要看。我跟卢芳姐要伫派出所，讲要甲你斗找证据呢，你会接啊？